伫咧台南宁境的石腿大天府内面，100年的虎爷公煞拍无去啊！平远是赶紧报案，希望嫌犯赶紧甲虎爷公请倒转来。另外有民众伫咧参拜时阵会顺线望虎爷公，地属这行这宫的虎爷金身顶头有一寡伤痕，平远也提醒讲，千万唔通乱望。 北方甲百姓倒紧显开，详细看行为顶悬无采任何声明。结果2日有信徒来参拜龙家石腿大天府，意外发现虎爷拍无去，原本了准方请去坐镇，结果是有嫌犯好大胆伫咧众神明头前偷走有8档历史的虎爷公。北方原本要调庙外电眼来调查，却因为日前山顶落雨，地势机器故障。目前警方嘛已经扩大咧调查。虎爷公啊，自较早文革 的时阵，藏伫托角厝，无去用消毒掉的，所以是一只将近100年的虎爷公啊，较紧的红阮的虎爷公啊，紧请倒来阮的单来。经过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因为地处山上是比较偏远一点。 扩大调阅中，还没有掌握到特定的嫌疑人。虎爷大语音念起来亲像好野，一信徒会去拜虎爷求财求健康。近来虎爷信仰真普遍，同款有服侍虎爷公的行者宫，甲虎爷公踩伫咧新道边啊，互民众通walk in参拜。不过真侪人袂记伊是神尊，煞甲乌白色，地属身上有一寡伤痕。庙方国不其中大公告，提醒信徒莫乱望。 不赞成甲虎爷乱摸。虎爷伊古早时有一个习惯，囡仔咱的一个虎头皮就是一个腮腺炎的毛病。以前的传统就是一个讲法，就是讲你用虎爷钱将伊只虎爷钱将伊只下怀只低头皮才用用的个较紧好安尼。文书工作者指出，虽然有虎爷形体看起来高水，不过伊认为用手落去摸虎爷是较无礼貌的行为，只要诚心祈求，声明拢感应得到。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